哎呀，各位嘅邊，然後各位新年快樂，是唔是啲？你快！哎呀，我早起話佢睇咧就正嘅，但不過冇讀過嗰個未知過。特別我一特別嘅嘅邊咧，就是咱各位博士先生，叫做唔是阿朗喎，我聽你講，唔是阿朗喎，係叫做阿龍，係啊，歡迎。阿龍啊，出聲。Hello，啊，一出聲啊，就我哋講琴日嘅聲嚟㗎，我等我琴日，嚇，你當然各位聽眾講hello。Hello，我是廈門阿龍啊，唔是阿朗啊，阿朗上次可能你欠少呢，第二龍嘅阿朗咁啊。阿朗，是唔是叫做阿龍啊？唔是阿朗，我時常講叫阿朗咪到底係平時啊，是寫阿朗 AHLONG 嘛，咪時常講阿朗啊。如果能把聲把鼓咧，唔是 English 嚟。你一個我但是困難話咧，唔是阿我咧，死別再講實在我知。掉臉啦！kena tangkap dia punya kaki。笑到幾緊張啊！成嗰時做現場做 live show 嗰陣，就接落隻頭整。試咗差唔多個 live 差唔多成啦，because 我冇 edit 嘅話，直頭是落一就是傻嘅就。四字啊！呢個是。我聽啊！我聽時本就驚，但我聽時我想是感覺你家己徛喺人嘅面前聽人講話，然後你家己呢？最是驚。我第一件事，等我聽嘅時候，我有陣時我坐巴士啦，行路啦，佢就背啦，跌喺路邊啦，係啦，但係都掉地方，佢哋 iPod 咧都聽嘅時候，但係咱平時係聽慣嘅，聽慣都冇可能笑嘅嘛。係啦，我聽下呢物件啦，我直接笑，邊啊人直接看到我哋，成個都笑咯，成個笑我就成時冇好勢啦咁啊！我特別呢，特別你聽是聽 podcast 啊。你是特別我特別你未記，點解我咪是寫小人啊？你看到紅香佢幾出啲笑，你未見到聽未？但係點知是我聽有一個我講你介紹可能就，我係見聽迄個即係成個我人咧做小嘅節目哈。個另外一個叫做 MrBrown.com 啊，就啲咧新加坡做嘅，一定就是到啲 website 有寫人變學見 .com 嘅 website 本啊。然後伊樣做隻節目叫做 Mr Brown 嚇，超過不多女啊。人講嘅是講成個阿莫話，特別講真嘅 English 啊。伊平時無啊，特別是伊做小時講係好笑。你實際看哈，講到你哈。各位聽眾，你會記過去我嘅即係網頁嘅。網頁是啊，喺地道嘅時候。地道誒，去你訂你 Frapper 呀，訂你去我網頁 online 唔是，是講唔對嚟，另個隻網頁。變你學見到 com 嘅啊，即係超平頂面你查自己嘅咧，一擺嘅咧，你名做 Frapper 變你學見你去解訂。係我嘅羨慕，我特知冇結款啊，特知飲話佢繼續啊，係咯，特知啲零售我都上人嘅咧。當今我暫時要10個11人係點？係咯，見你看到有一個咧荷蘭嘅，哇！對啊，荷蘭嚟計叫啫，荷蘭雜波名咩 Jessie 啊，知唔知啊？Jessie hello， 哎呦，有荷蘭雜波，即係雜波 from 荷蘭，都係 from 啦，唔使講 from，到啲荷蘭嚟。咁時候都笑聽嗬。唔知佢會記看我嘅笑音，唔是我嘅聲，是我大嘅所在嘅聲。你大所在，一人小水叫我你去你這 computer screen 壁去啊。壁去搭到壁。sorry 有時即陣嚟人介紹即係妹嘅阿龍。有時朋友你 internet 係冇妹阿龍，妹女即係八妹。食飽未？食飽睡食飽啦，即係冇面飽咯，見你計領嘅數。食咩？我教我講會俾咗去食客人嘅物件。你都客人係嘛？即你知乜是客人？你有冇講過啊？你佢哋講嘅嘛，你有回事佢哋講。梗然，你有講客家話。特別冇想因為中國客人有沙莊嘛，沙你所在有客人嘅嘛，所以人講嘅話冇想嘅。哦，特別行冇講嚟嘅事。唔係講劇咩解？
當咩解？走而家啦，你話地走㗎啦。係啦，我哋走啊，咁樣掠就攞到啲。OK，我每攞咧，即係大擺即是每咧有新嘅改變呢，咱都是每即個問題。攞第一件事變嚟係咩物件？有時佢常常會變嘅啫，特別咧嗬，較濟我這輩見到意思咧，我這期間咧，我頭一個上尾隻物件就是醬豆腐嘅。醬豆腐，actually 是江湖人嘅物件咧，唔是咩？冇啦，醬豆腐是客人嘅物件啦。哦，是啊，是啊，佢是客人嘅。啊，對。客人嘅物件。你看，對，我媽就跟住你用殼瓜。啊！佢講你攞咁變咧即係用豆腐咪是有叫做攞，有即係攞裝，即種是用係成個你腐丸嘅你物件啊，腐丸嘅料去用煮去凍佢。另外一種是係白，你個是個食到幾種？係白，兩種係白，我冇拿手係白。你特別去食，唔是係白，你是白喎，我只係覺得是糊丸嘅，成日講佢哋入面我冇食過啫。有幾大做個成啊幾道湯啊，你嘛係你滾下嚿腐糊啦，牛奶腐糊做個成幾道湯啊，你嘛。但係我第一時間就係試燒刀嘅，佢哋凍冷嘅 convent 嘅頭前嘅佢哋臭波味嘅，佢哋白蛋 brown。巴當，你是巴當 brown 咩？得到 keramat 那邊有。得到 keramat。拉到 keramat 嚟叫做。拉到 keramat 啊！你好似啊，冇呢就是 Sunshine Square 有一打，改做宣傳啫。Sunshine Square 有一打真係好食。Sunshine Square。安邦用豆腐。哦，你咪試下 KL 嘅咯，安邦。對啦，但係問題是呢個查某佬，伊是邊樣嘅人啊？你呢個講出嚟。真係落我見到我就冇講伊名，我是講伊暗地方暗嘟嘅用豆腐，暗嘟嘅用豆腐。地方嚟講地方嚟，都冇講是得打。地方，我就我未使講佢哋新都 square 嘛時候，你使講係咪啊？係啊，新都 square，咪見到冇講，我冇講要抄咩先啊？咪見到特別地方是講新。係咪啊？這幫個差異嗰度，特別這幫做得水，特別依個差異啊，因為咁時候是講。Giant 佢哋邊位啊嘛 ？Giant 啊，點解冇去啊？邊唔知就是我未開過，應該是我唔知我第一對以前是講差不多未開啊，特別未開過。你諗話地走啊？食啲嘢差咯。係咩地殼走啊？講句超句地殼啊！哎呀，真係換地嗰隻走去，地話地。你咪講地殼閃落卡住坑，嚟。我當今時就揸起部罐車，當時食啲咩啊？你歡喜嘅歌啊？歡喜嘅歌，歡喜糕。你啊，哈哈歌啊，開心歌啊。開心歌。開心歌對。哎呦，就食到啲真係攰呢，唔食 pistachio 同埋嗰啲pistachio 聖誕。然後，你活嚇？你活？你講咧，我又冇掉，我上後面講唔你有冇播啦 ？Christmas present 啊？聖誕節嘅 lamb meat 你活我講。冇啦 lamb meat。但係啦，我白咗聽，聽見？哎呦，聽見？我爆咗聽。哎呦，嚟行，你都自家隻用豆腐，特別我講聽我自家隻用豆腐是一種係白就棒白，唔是鹹。你幾多嚟做咧？我這是個叫做啊，頂。那你變咗自私嘅，以自私嘅有吞之外，佢諗咪是係玩嘅，冇學過係白。對啊，點講對啊？我俾拍個照喂，你嗰盤菜㗎？你房間睡得亂啊，哪陣？你房間定掉就亂。做咩事你在咧？你拍個照咧，一嗰盤出來就是講你人冇夠。好咧，我嘅超琴了。冇夠要笑啦，嗰個人。但係要笑咪骨頭咧，咪罐車嚟，正就罐三罐放咩殺嘅嗰時候，同佢12點嗰度，嗱 already。放咩啊？得殺嘅。3, 2, 1, yeah！ 我下句啊，嚇各位大嘅，各位我厝樓下有人唔知啊，
2006年咯，你好。2006年，如果2000嘅半代啊。抓住了纪念。我嗰隻係用豆腐，就特別我姨做啦。用豆腐一隻是黑白就，一白你嘅黑白加平常時嘅白，然後你係剁一時個黑白，加鹽糊補過一鹽糊落去咯。你說是家己出做啦，你看我都冇人看，人食過，肯定未見嘅幾年啊。好料嘅喎，啦，你別見到咱美國會聽講，我看咪嚟人去你講咩女仔可能捌食過呢黑白加黑白一時杜白加黑白加南面嗰個鹽糊嘅。你是講你再講嘅，你食過你用豆腐唔是干那黑糊丸嘅，你物件咧，你看咪起來bằng嘢寫隻。口口一樣。然後睇你嗰間食咩用豆腐？你用豆腐得一種，你是個食咩用？係咪骨頭？我上次講係椒類啦，係咧我估係椒類係鵪鶉類啊，鵪鶉類啊。鵪鶉類啲，係咧估掉機咪係邊迪亞記啦，係咧迪亞記。係叫我講迪亞記嘅話，是唔是你是邊兩家講？冇啊，都唔是你講嘅迪亞記是住講嘅嘛。我講迪亞記，唔是你講嘅，另外一條講嘅。K.E. 啊，下意講嘅，喂，其實意講唔是你講嘅。特別我們講迪亞嘅喎。是咧，特別我嗰陣時講迪亞記，我正聽人講，譬如講迪亞記，我冇 N 叫，冇想變 N 叫，要 N 叫我只前節嘅啊。八節嗱換八節嗱可能變 N 叫，等伊個先尖較樣嘅時候，未必有咧拍電話去伊個啦，拍確啫嚇變 N 叫嚇嚇。伊可以拍攝。考慮者啦嚇。考慮者啦，人反映你起來正做節目嘛，咁人特別曉。哎呦，耍虎冇地喎。哎呦是，哎呀叫咪啦冇。我試下嚟看。你講用豆腐啫，你是嗰隻咧，將嚟嗰隻。係第二記啦，係啦。唔是顧一種，你唔知是乜嘢。你但是講去Santo Square 話你學，伊係一打你就有係種。一地啊！我應該我嗱曬嘅本事第二記啊，特別以前甲大地甲四角形嘅，係了正脆嘅，接落去了規地軟嘅呢，你死你叫唔叫？甜甜嘅呢？啊！大伯，唔是大伯咧，以前是豆皮嘅呢，特別以前正定嘅豆皮嚟，以前個第二記嘅呢，係啦第二記是定一條嘅嘛，以前一地嚇，我就嚼嘅，係我就係咧，係咯，但是佢係同我發財落去。發菜啊！係啦，嗱，好玩因為我同佢冇時間講，你我冇時間講係炒粗嘅味素啊。你講實質炒粗，你冇講實質。冇時間就冇時間就炒粗，所以我平時用豆腐冇係你就好玩，啲嘅。誒講 about，咱講關係，咱關係掉去互玩嚇。你講就講我哋即白希白卡是賣啲梅嚇。就做咩幾嘅嘅你先啊？我就個咧，就作個叻咧。咱做希白卡時候，伊賣啲梅，有陣裝嘅梅嚇，內面有係啲蒜糊嚟叫。蒜糊。有係殺嘅啊，有誒。就普通人嘛，有隻經濟盤嘅湯咪有被蒜糊賣。嚟咧，當劍啦！咱講關係蒜糊嘅時候，咱當面一拍電話學蒜糊啫。可以嘅。咱當然 call 佢。Hello 蒜糊哦。Hello 蒜糊成日食死一句。蒜糊聽得到？蒜糊聽到我講話咩？誒，本我幫做 conference 嘛。蒜糊聽得到我先。Hello 蒜糊聽得到我先哦。對啊。反正我個拍佢個，我計冚你個拍佢。Hang up。Sorry 啊，未拍攝。啊，佢 call 佢等陣，我 at 度 conference call。哦。Hello 蒜糊。Hello。誒，聽唔到人咩？你講話，你講阿龍講下。講咩物件？蒜糊豆腐糊。咩啊？等陣我拍字佢看。你做咩？
聽唔到。Hello，我聽到你喎，傻虎。哎呀，我拍住字空空啦。咩字空空啦？表示我啦。那拎妹，來拎掉，別使拎掉。因為比聽唔到人講，國語，歹勢。啊，無等陣，我拍。哎呀，唔知咩事啦。我阿伯呢？我們咧暫時看戲先，一個就拍佢 call 佢，下兩就就 call。即係阿龍，哦，我知咩事啊 Hello，阿龍啊。OK， 我當佢兩人計看戲，一個就佢拍過啊，拍攝。哎，我個半段，即係話edit，所以我冇 edit 啦嚇，半段。等我自己加佢去整嚟嚇，整嚟嘅加佢去嚇，兩人嗰就係拍過。Hello，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誒，新年快樂，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啊！萬事如意傻虎聽到。我傻虎只個冇咩聽到。少少走嘅。別講聽，馬來西亞即 internet 係較慢。是咩？我平時看你個人講，我就冇得辦咧。拍一人會啦，拍兩人咧。誒，所以見面做我係 solo 咯。哎呀，是琴日係見下 solo 啫。你試那個話題計轉啊，同你。計轉啊！佢個用豆腐機咁在耍嗰度樣。哎呦，是你買大聲見講，你即個唔知交接俾你卡出，直頭接佢卡出。是啦，冇計。你講嘅原嘅原理就你接到作嘅啫。我咪知哦，只作嘅，即成日你作學，你放曬係時地學冇切卡出嘅，地學講都係作啦啦。但我等個朋友傻虎睇聽到。你聽到嘟嘟嘟蛋聽到？冇聽到。傻虎。Hello， 傻虎聽到啊？喂，依個聽唔到啊喎。我都冇法度咯。Hello。誒。早聽報喂。呢個我嘅實驗。我大拍誒，傻虎唔知即係阿崩Happy New Year 講緊我啊！哎呀，撲街㗎啦！誒，我在咧應該是怎麼？快樂。誒，怎麼應該我冇 add 數先？哦，你都被 add 你咩？我 add 了 Vincent Yu 喎。嚇！อันนั้นรู้อีเมียนี่ Vincent Yu 對咗是嘢咯。哎呀，別啦，咁講。誒，你講佢你啊，即係你個隻係咪物件？你用豆腐廚啊？你豆卜我哋三個時間。誒，冇用豆腐就簡單嘅，因為咧嗬，較濟我是屬於裏面湯喎，一點關樣係嗰種成日油葱嘅咧，一地，我唔知叫咩名啦。蒜頭油呀！蒜頭油。油你擺咧？我就擺咧，我有指人嘅，我蒜頭油就講。我就講係蒜頭油咧，一樣味素可能咧就好黏嘅。係咯，呢個胖就胖。叫佢鵝背咯，特別咧我講到鵝背啊，講到鵝背嘅話咧，用同配鵝背咧嗬，巴登 brown 係打得就好之後咯，係啦，一陣對 square 咧嗬，就燒瓜夾淡薄，當時淡咧嗬，根本咧好食。啊，是，你鵝背都俾隻條鵝咯就。點解夾條鵝咯？夾刺激咩？呀，別。我想知道。แล้วสิ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กวนนักกะคนนั้นกับเดียวกวนนักกะอะไรไม่ใช่เลยกูกวนนักกะซิงกวนนักกะ呀ซิงกวนนักกะเป็นอุจิตาไม่ใช่สิเมียจะมีนิวซีตุ๊ด呀นิวซีตุ๊ด呀就是講以前กวนนักกะก็是第一條佢哋 drive 嘅กวนนักกะ係條路嘅跟你 drive 一條路喂一時只個別掉嘛只去有個別掉啦對咯นิวซีตุ๊ด咯นิวซีตุ๊ดอีออกแบบละอีออกเป็นจีนเอาเจ้า咯
伊是虾米學一間那邊學半嘅。每學半個未養要未八股地，就起下唔知。啊對啦，松花江咯，是哦，啊松都江咯。嚇，你係超脆，超住死把隻，哎呀，嚟欠把，一時把咧，怎麼把咧？你冇話把，一時即係依個呢叫就種咁嘅事，依寫住度碗即係蒜頭嚇，就度，一時你對你識嘅，佢起卡你都叫。誒，我就係出咪糊，因為佢兩隻兩糊嘅嘛。包括第大大，包括第糊嘅咧。對，一個你使係餓豆妖過嚇，依同。但係糊咧，我講垃圾嘅啫。咁怪阿哥啊，你特別是你未包括第，你坐落嚟咧嗬，你叫得點都你唔見嗬，呢啲人白嚟倒嘅會啊，人食得走咧，一日人咧係你都做啲學佬嘅。冇咧，冇咩？我未使你講話個小線係喎，你人啲迄個車水路，其實就算 Macalister Road 啊，迄條路咧嗬，有一條真正出名嘛，攞嚟至上字嘅，呢啲阿哥嘟學第一個頭前嘅，係一條咧嗬，就上安尼款啊。問講就情況啊。我成日我講嘅咯，冇少樣嘅宣傳會嘅冇嘅，佢哋宣傳啲覺得冇燒嘅，冇做廣告嘅冇嘅。有時你是講誒？我是講義派外嘅，係誰？我是講義派外，代表佢講我無少意嘅宣傳咩咯。有他講佢你講咧是即個係咪唔記得？即到用到講咧。差幾條我都識講，因為差幾條咯，嗬，都識講都大。差幾條，差幾條我聽到有啲是我是跟住係tadi pelatigut pelatigut 本身你擘大了對邊車過去啊邊要正邊伊啲間店生被壓半被只出名壓半咁樣，有時伊差佢掉就件隻咯。冇印象上未起，仲未起咩？上未起，我唔知講呢邊有大啲物件上未起。喂，你點講博士嘅事？我博士唔是幫 OS 往度行佢下邊俾啊！你哋教人嘅博士咩？安怎你怎麼搞咧？快出的嘛，聽你聲會仔都搞啦，你出成嘅。哇，硬嘅都只做啊！真硬啦咯。硬個邊度嗱嘢？嚇！你佢講乜嘢？啊屌！你講你教大隻，係你我第二節唔是對邊領我就我同你講過，對邊領佢俾隻日本係你 recipe 係你。菜婆菜婆我下次有嘢就會等變成嘢嚟小可矯正兩隻。我見俾你是邊啲嚟俾自己煮得冇咩嘅啫。係咯，有一本是講養嘢係貴嘅。係咯，一貴你要介紹哪種係阿崩，這種是阿崩吧？阿崩背瓜嘛。係咯，阿崩背瓜你講咱人協和小烏頭前嘅迄個叫做阿崩背瓜，但係我看伊出嚟，伊小唔是咯，咱人知啊應該是阿崩巴力嚟咯。對，但係說對啊，阿曉峰啊，曉峰對，是咱唔對，咱對。我對，曉峰唔對。你講阿崩巴力嘛，你古仔有糾正過嘛？我都唔捌聽過，我唔捌聽過阿崩巴力係咩，特別咧，定啲時我個聽人講，你是講阿曉峰講阿崩巴瓜啊。你我講我唔聽過阿崩巴瓜，你是新加坡人，是特一格人。啲我 follow 咪寫講，我 actually 是叫做阿崩巴瓜，maybe 是啲印尼人，然後講阿崩巴瓜，然後時我講嚇有 make sense 本啦，哎呀嚇 make sense 本係咩？有理由本啊，有理由本啊嚇，講有道理本啊，有地油吧，有攞油。我愛困啊，把你困醒了，大佢。冇，你落油條咧，跟住講我有攞油啊。有卡吹啦，有卡吹。有卡吹。喏，有理由，有理由本啊。理由。我特別有講啊，你講我真 confuse 其實。哎呀，我好似真模糊。亂。各位啊，我把那個殺潮呢，because 他媽困車實在冇辣潮。但係咧可特別咧可邊咧應該本是有阿崩白瓜本嘅，呢件係你唔知道對，
像是看過啊，你物件我是無照咦嘅照你即個即個describe 我看，我講 describe，天陽啊，有時候唔係冇咁好講呢，你都講，然後就是無啊，然後使我上未記就，我第一次唔是甲別人驚走一個使我講未出 criteria 出來講。但是講我媽有聽咧，都是邊咧學嘅。我媽有聽咧，就是咱呢個經驗嘅嘢嘛。然後當時我坐喺嗰時候，時我媽佢真係要講，想講就算你不要去啊，我按怎講咧？哪時都買去哦。唔是，你講你哪時是如果嚟嘛？係咯，有陣時咱關係啊，講 even though 都買去，咱講係嘛，咱就話緊哪時講咯，哪時講咯。是咩？我上未聽我媽。哪時講都買去本了，咪講本咯。咦，我上未聽我媽。even though 是本嘛，even though 是本嘛。你做咩咯？你嘅車嚟講下。廿粒，直有一兩件，我要見個領嘅喎。Đó, tôi講，tao muốn講咩嚇？你講咩 describe 啫。describe 啫。因為阿邦都係แบบ呢，你阿邦嘛對第一邊。誒冇，係你阿邦巴咧30病。阿邦巴咧。阿邦巴咧就是教人係你那邊咧，你入好頭整上上咯。咗阿邦啊，巴咧哦。係咯。會食嘅嘛？誒，你換奶阿崩叫咩啊？特別你是唔換換奶，你另外阿崩是叫阿崩啦啦。應該是咯，應該是你唔是娘娘物件咧嘛？係那時特別人叫咩？平時我叫佢另外阿崩咯。我叫佢叫阿崩咯。我阿崩berkuas terus dia eu sei. Ai ya. Abang berkuas. 有嗰陣字病，係啦，伊阿崩berkuas咧嗬。即係點先咧？嗬，伊迄規地物件咧，嗬，伊是白色嘅種。係啦，伊白色咧，伊一邊是骨，係啦，一邊是一點嘛。成個人平時只阿崩本身，你開一地起來了，伊下底錯錯，內邊錯錯嘅嘛，伊下底是骨骨嘅嘛。啊，條頂邊咪是骨骨咯，你頂頂面那邊是錯錯。對咯，伊就是無着頂迄邊啦，伊錯錯咯，錯錯咯，嗬，一條有一粒圓，喂 ，sorry，伊有一粒圓，係了是藍色嘅種。伊嘅藍色就是咱係有一種溫加亞嘅龜啊，你知哦？啊，呢叫咩龜啊？布魯特帶。啊，布魯特帶嚇，伊就是布魯特帶迄一種嘅色咯，藍色加白色，迄一種兩種嘅色嘅啫，相相嘅色。伊瓜是藍色嘅啊？伊瓜是無一條伊是講伊做佢哋物件白色啦，一條迄一笪伊做開藍色嘅啫。我冇學過喎。啊對咯，係啦，伊愛食安尼物件時候，伊是藍加亞，嗰是藍唔知藍古來，嗰是鬼啊！唔知我成日未掉，我唔係食過。誒，那是各位聽眾啊，邊個都有攤出，你可唔可以教我報啫？咩？講我對呢件事，我攤去教 sample 啫。我等你，我去掃描，去 scan 咧，我學路。掃描。其實佢放，即放起嚟網頁嗰邊位。我下掉你。喂，我小得俾掃描啫。哎呦，伊 cover 看得咁歡喜呢。有呢個講美國跟食美國，咪講食龜，咪講食龜，咪講食食鹹。食擺物件啫。食鹹嘅啦。食擺物件，哎呦，幾倍我就講幾倍咯。啊，掉都係南南啦，係南南。係我是一半咯，我嘛是係南南。都是韓日，你是韓日人嘅一半啊，講唔出啦。你是海人啊？係啦。我爸佢是學潮人，代表佢比較講學潮啊。哦，學潮似冇學潮。誒，學潮咪就係人講了。誒佢咪有講下。佢有講學潮啊？嘅不記量嘅是唔是學潮啊？唔是啦，只有300啊嘛。唔是啊，你是300。冇你先寧。那唔是啦，學潮人我好似佢是學潮人誒。你有講過，你有似佢是學潮人上未起啊？誒，有可能你一條，一條沙拉瓦愛一條啊，嗬，應該是學潮人，因為沙拉瓦真係學潮人嘅嘛。佢其實佢學潮人嘅嘛。啊，人講嘅學嘅又好潮，講佢哋華本啊嘛。華本嚇，一隻豬鼻哦。我媽同我講，我媽冇聽啊嘛。我媽講，哎呀，你沙拉瓦怎麼一寫個好聽啊？你媽嘅出面係佢 support，佢支持你啊！我講聽我媽真勁嘅，我媽。但是報紙，你無看報紙，你無定報紙啊？你無定報紙啊？你近來看，你去你把你網頁去看，插報紙啊！哎呦，前我看咧，伊看咧，伊目睭會好濟打痕咯。哎呀，但係個拍字嘅呢？哎呦，我嘛拍字拍兩人啊！
哎呦，啊加齊啊嘛，都講過。嚇對，加齊誒，當天貼曉啊，特別是伊成樣誒，伊做咩參加咩活動嘅時候，樣伊就是拍住成講寫面啲名單啊，寫咩傳單啊，有時伊度係咪簽咧？你叫個簽。我名單，我是學你補習先生教仔，你其實真係老厲害。對，咱特別按。知啊，你直聽到我播，各位聽講說你係咪because我食藥，所以我直接唔用咧。我本是啊，但係你無老實講，你就算冇食早餐啊，冇食 breakfast 嗬。我咧近日食響羅馬沙嘅物件嗬，會背嘅啫。別死下咯！別死下，你怎麼看八鬼啊？我就是我。哎呀，天光！我是驚背咯，但係當然嘅就。啊，你驚背啊？你是唔是教？但你背都別背咗。你是唔是教？你教一間阿花香嚇，食了味嚇，即係別背下咯。但係我食會食，食了濟，食了飯了飯。我咪食咪是飯，就冇想我食掉到點樣辛苦咩？我梗係教背啊！很食很飯，很食很飯對身軀無好嘅嘛，無營養嘛。無營養嚟啦，無營養無背本咯，成個晚嘅營養佢身軀白要嘅咯，食浸飯咧。我是袂背咯，但係我到對伊，有一人講啊，來登山啦，2年啊，2年幾3年啊。人白去啊！白無講白啦，背白去。即係我第時對厝嘅時候，特別人講，哇，佢美國大，哎呦，佢白去咗咯。唔知會唔會啊？應該是無嘢啦，咱人係白去嘅咩？我就是常常聽人講，我人特別我係啲有時你講啦，咱講啦，這度數啊30幾分鐘啊。咱件事講啊，冇就落閘嘅真係，擼咯，㗎啦是擼咯。冇這數是咱個特別嘅邊頭字數嘛，都不知咱8禮拜是咱個時間講下話題講啊，話題，唔是話題。我哋啊，我拔刀出嚟，我是唔是我等一陣起我就硬嘢啊嘛時候，我拔刀出嚟特別講下佢嘅形象嚟嘅時候。形象咩？講形象咩？有嘅。我跟我都講。形象啫，我唔曉講。嗰啲私人款啊！等先，因為我播10年嘛，然後讀了啲嚟物件，我個驚就無類嘅，我個驚就無類嘅嘛。我唔是先生，我變人驚係先生嘛。你形象學嘅話叫做私人款。我哋小款。講啲私人款。啊，我照顧我係私人款。對。誒，聽那個損人啊！係咯，時候特別講啲面嘴啊！講我係私人款個面嘴咯。面嘴講嘅啦。衫尾穿個好勢人無，手特別貼個前氣人無，咁人出名人翕我時候應該我也簽名咯。誒，咱各位聽眾哈，嗰在歡呼咯，嗰一擺哈，但是有影嚟講係，咁樣企得bằng，哎呦死！咁樣企咁快勢，咁樣企啲bằng嘢，然後去掟啲頂面啲地道啊，第一次啊看到大家一格來啦，我看就一心就歡喜就看到人你這人無上佢世界無上有得路，即係山荷蘭嗰隻有人啊，新加坡啊有啊，美中國啊有啊，即係就是特別咧，即是理所當然啊。理所定然。理所定然，我是所講啊，大家。當然。凊彩啦，呢一時安尼都好啦，你講咧真係感謝即係咱嘅補習先生阿龍啊，唔是阿龍嚟講啊，嚟做咱嘅特別嘅邊一個禮拜，呢時八禮拜個咱個請到你即係阿龍嚟教咱拍課啦，未必咱講八禮話題。你都幫咩曬嘅咋？因為我嗰度做12點鐘我想。咪見啊硬嘛，成日特別出力淡薄。硬冇法度，特別呼出淡薄咧嘛。別呼出淡薄咧，是攞清空出呢意思啊。未必啊，你捌來過即係邊啲學見嘅啦？嘅邊個咧就請去啲大頂定面去徛啊，唔是去借條借到頂咧。哇，咱一人自己買安尼哦，咱可能係只做 show 到邊咧，我做隻白。但係得嚟我直接我特快啲幻想嘅時候。
即到啲你即係個你 plaza 係你 concourse 入邊嗰啲電視電推戲嘢，邊嗰啲就慣嘅嘢。但係特別有冇人晒喎，冇頭呀。到啲下邊佢做到隻大啦，大啦，下邊靚學嘅嗰先知啊，攞天空接你嘅呢。攞天空出應該真係快夠呢，咁咩就係呢兩招就我啲攞天空兩年啊。當今晚各位聽仲聽到時到啲2號確攞天空兩年啊嘛。特別都是空過年啊喎，誒，攞咗一年啊！攞咗一年啊！跨世紀死人叫啊！跨世紀，死我唔要叫。傻啦，自然有愛困啊！你有愛困，你冇你個困啫，我全部都俾你困咯。唔係，嚇！你講，我後面嘅各位聽眾講，比方咱早晨叫人去你八卦誒，講可能咪聽佢八卦，你個特晚咱個每個人個就問題未記啊，特晚較早嘅問題，問起咱朋友嘅先話去binlinghokkian.com 誒，試下陣係你去問題。你客家嘅，你講佢哋用豆腐。用豆腐喺度擺嚇，對。你個其他嘅你即係朋友試下陣啦嚇，各位聽眾。了芝麻不芝麻是當劍啦，真係冇講芝麻，OK 當劍啊，下禮拜唔是下禮拜，咱下禮拜嘅再見啦嚇，各位聽眾再見。